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开始来看疫情转好，防疫放令，观光业的景气嘛变好哦，也毋过卡手是严重无够。即马又搁传出讲4月份电价可能会起，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讲，在看电价审议委员会开会决定，也毋过伊强调讲会来加强补助一寡小型也是微型的餐饮业者，嘛已经甲劳动部讨论欠工应用的措施。工商界是认为讲，内需的市场虽然有回温，也毋过国际的情势阁无好，出口衰退等问题，嘛是阁要特别注意。连锁餐饮业初七暗时高兴春酒，经济部长王美花会中表示，餐饮业营收已经超过疫情之前的水准，不过也承认2月出口连6乌不如预期。工商界指出，国际情势影响，省立些家当餐饮业者暗日观察台湾产业，目前依然是外冷内温的环境。我们还是一个外冷内温的环境，还好内温跟各位都有关系哈。因为外部的环境经济成长率，包括 IMF 的预估也只能2.7到2.9之间哈，而通货膨胀的现象也还会继续存在。3800亿的疫后特别预算草案在立法院审查当中，有希望加速内需市场回温。不过4月电价不过调整，对中小企业阁是一个打击。王美花回应，电价审批小组议员的建议当中，要针对无共款的行业有无共款的营业方式，比如餐饮业，会将目标放在疫情了后受冲击上深的小型甲微型餐饮业。餐饮的话，我们会比较关注在这个小型的，甚至微型的哈。那这个过去他们在疫情的期间有这个生意比较不好，那所以在最近我们希望能够加大一些力度来看看怎么样来协助他们。另外，疫后服务业、观光业回温，算有欠人的问题。王美花表示，劳动部目前已经在密集讨论，希望为调悬薪水来做调整。就算台湾经济被评估是外冷内温，上总认为敢若靠内需市场，依然无法度完全支持国内产业的生存甲发展。台湾依然需要行出去。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处公布2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2.43%，虽然有比1月份较加一点嘛，也毋过亲像柑仔豆计数起码4成，高丽菜、三文鱼平均的计数是起码2成，鸡卵是起1成外。物价一直在起有一寡学校营养午餐嘛传出讲后学期嘛准备要起价咯。中昼顿原本的菜色放伫桌顶，要互学生每一喙拢食甲正营养。不过受到关不了计数称悬，也影响上班学生囡仔营养午餐计数。即马已经真侪学校咧调查家长调价意愿。7月马上又要再招标，重新招标，所以必须经过这个调查，然后也通过一定的这个百分比之后，他才会做这样的调整。因为疫情跟这个乌俄战争的影响其实这个通膨其实是全世界不可去阻挡的目前我收到的讯息是，其实各县市的学校都有要调整午餐价格的这个状况。主计总处公布2月消费者物价总指数年增率是2.43%，升起幅度比1月较少，不过包含差不多国外旅费也是起15%以上，高丽菜、三文鱼起2成外，鸡卵也起11%。那这个月底开的电价审议委员会有监管纪律会调悬电价，可能会带动5月 CPI 提悬。今年第一季上涨2.61%，2、3、4季呢大概就2%上下，还没有纳入电价的，如果未来有调整的影响。财政部也公布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2月出口310.5亿美金，年减17.1%。总共前2个月出口615.6亿美金，比去年同期减少将近2成。不只是连续6个月负成长，也是连续4个月出现1位数的衰退。在5大市场当中呢，对中国大陆与香港的减幅是最深的，高达3成，主要是反映整个全球的电子产业的景气走弱，也反映了中国大陆目前的内需的复苏步调还是属于比较低缓所以造成我们对它的出口下滑了将近1/3。财政部表示，中端需求无好，全球经济成长动能减弱，产业链继续调整库存，压制厂商备料意愿。2月进口金额287亿美金，也公布降到14个月低点。记者综合报道。
卵哦嘛是个真歹买，农委会是表示讲，最近一工大概是欠50万粒到80万粒的卵，已经加强调度加进口。之前主委陈吉仲是讲哦，3月开始供应就较稳定，也毋过张地立反映，伊表示讲3月底哦情况应该会改善。嘛传出讲有饭店哦，因为无鸡卵提早休困，嘛有店家买无鸡卵归去休困。鸡仔店馆无鸡卵，只剩皮蛋包装的地熊卵甲泡面。到另外一间分店，卵也出无偌济，到底是毋是买着卵引起网络论战？台南这间有名的鸡卵糕店表示，原本一摆营业30箱，即马只来18箱，生意还是爱做，卵用了只好提早收单。本来晚上7点才下班嘛，已经掉到不能掉了。像昨天就提早休息，昨天就做到卖到4点多就休息了。煎甲赤肉粿加一粒卵补充营养，这礼拜开始鸡卵锅起3块，各创零售价数上升悬。头家讲卖一粒赔一粒，价格支持，啊，毋过无法度互人客另外加卵。卖面的店头10多年来见证两家一路欠悬，感觉是真喊过。10年前开店，现在当然300多而已，现在已经1000了，破千了。对啊，太扯了。鸡卵消费需求真大，起价也无减少消费量，啊，毋过有店家惊人客加卵直接收15块。亦系连锁快餐店直接暂停卖温泉卵，到底鸡卵什么时阵恢复稳定供应？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搁一摆修正时间表，啊，毋过立委无遮尔乐观。我们全力在3月底全部的来满足我们所有消费者所需要。以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你莫讲3月底，你4月、5月你我都解决，你都阿弥陀佛了。最近农委会加强调度加工卵品，一桥进口各国鸡卵回补，尊重产地介绍条款，希望提悬市的意愿，等天气较烧热，恢复产能，稳定供卵的时间。农委会为1月底到3月中旬，搁发到3月底，就看到时阵是毋是用稳定供应。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各地拢是一份好天的天气哦，也毋过早暗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天气会较凉冷，温差哦嘛会较大，部分空旷的所在哦温度会搁较低。咱来看温度，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早暗拢会较凉冷哦。今仔日透早上低温是伫新竹、高美，敢若有8.6度，各地低温大概嘛是拢是12度到16度，也毋过哦嘛是有26度左右的温度，佫算是真烧热、真舒适哦。桃园到台中沿海的地区哦，因为云较低，温度上悬嘛只有20度左右，会较凉冷哦。明仔载的天气，各地嘛拢是一份好天的天气，敢若东部地区会落31雨。再来看气象局预告，今年春天哦，气温就会较烧热，雨水嘛较少，可能要等5月份的黄霜雨季，南部可旱的状况才有机会改善。中南部欠水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了。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讲，会来调度用水，收紧的制度嘛随时检讨。气象局发布3月到5月天气展望，预估接落来3个月温度是正常达到偏热，春雨是较少。回看伫去年南部的降雨量是无到历史平均值的4成，即马正入枯水期，南部差不多是逐工拢出日头，水真正暗，恐惊就等到5月份黄衫雨开始时阵才会消透。从目前的预测资料来看，最少3月、4月份似乎是有少雨的，少雨到正常这个几率是比较高。至于5月份的话，其实已经进入到梅雨季，这个部分预测的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面对着差不多是要到30年来上严重的酷旱，中南部的水库调水率是继续减少。南投的雾城水库调水率是22.5%，闸门水库是18.2%，初步估计会当再用20天。一那北河水库是20.9%。经济部长讲，嘉南平原以及稻作本来就是休耕，一那其他农产的杂作的耕作，会搁再滚动式检讨。杂作的耕作等等我们都有跟农水署这边有密切的合作配合，那这个我们都会注意到相关的需求。台南的水情电库已经自3月初一开始调整真多减量供水的感觉色，每个月超过1000度的用水大户就会节水10%。这嘛是希望会当平均台南甲高雄的供水，伫4月底进前拢未正列分区供水。记者综合报道。中南部可旱的状况已经是最近30冬来上热烈的。
台南科学园区对3月开始总量管制爱省水10%。新竹科学园区虽然讲今年是有比过去的5冬较好哦，也毋过最近嘛因为拢无落雨，管理局就宣布讲，前10大用水的厂商3月初开始哦，就爱省水5%。提供新竹科学园区的宝山甲保利水库，虽然讲目前水量比过去同时间有较好淡薄啊，不过因为最近新竹地区较少落雨，水库水量下降的速度，嘛确实互袂少人真烦恼。正常啊，应该在石头那个柱子那边吧。过年那一边那时候好像还有下一些，但是都是很小的雨，很小。对，有那种，就是一点点而已了。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表示，园区每天平均用水14万至15万吨。虽然今年园区水情比过去较好，不过为了预做准备，3月开始前10大用水厂商开始自主节水5%。那面对最近有一段时间没有下雨，那我们也要求厂商自主节水5%。另外还有一个计划是直接从石门水库挖一条专管到我们的宝二水库。那目前进度大概2-3年后可以完成。石门水库到新竹的连通管线工程，按算在2002年完工，希望未来会当有效提高新竹地区水库的水量，降低科学园区的欠水风险。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超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联合报。国民党甲民进党今仔拢开始来启动2024年总统立委提名的机制。另外，84回监察院前院长王建轩接受媒体采访的时表示讲，伊会伫3月29宣布讲要参选总统，因为伊认为台湾特别去了咯。再来看《中国时报》。蔡明诚等4个大法官任期是到9月30，总统蔡英文昨决定要成立大法官提名审查推荐小组，今仔是会开头一届的会议，所来的接受各界的推荐，来协助总统提出4个大法官的遴选，再个送立法院审查。再来看《自由时报》。提到台湾职业篮球体院头一档新人王的中信特工阿巴西，总算互国际篮球总会认证成分咯。上近9月第当伫杭州的亚运以台湾本土球员的身份比赛。阿巴西的爸爸是塞内加尔人，妈妈是美国人哦。伊8岁就对父母来到台湾，伊摕到本土球员的身份，对台湾队是大大的加分。再来看世界棒球经典赛 A 组的预赛，今仔就要开始比赛咯。台湾队头一场会对巴拿马，台湾队是派出吴志伟来先发，巴拿马队的先发投手是米吉亚。昨午各队嘛拢搁伫球场的练球。经典赛 A 组开赛进前，上尾刮风20日，台湾体育大学棒球场外口，规工拢有球迷伫遐等。台湾队要来练习，大家到位，就真侪人来加油。燕青。就平常可能会只能在比较远的距离看到他们，现在近距看到就很兴奋了。那你有买到票吗？没有，是抢不到吗？对，抢不到。古巴、意大利、荷兰、巴拿马，还有台湾队，各队拢真有实力。摕到2届经典赛4强的荷兰队，第1棒到第9棒，全部拢有大联盟的资历。不过总教练 Hensley 讲 ，A 组战力平均，竞争激烈，伊嘛了解中华队平均年龄27岁，有伊的优势。I think it's the most balanced pool of all the 4 pools, but we have to play very good to beat all of them. I know we're good, but we have to play good. 穿红色球衫咧练习的巴拿马队是台湾队头一阵的对手。虽然巴拿马的媒体报道8点向尾蛇，加马林皮的投手米格阿会是先发。我们收到正式的名单之后，才会对明天的投手去做研究。第一站的话是所有投手都会准备啊，没有什么双先发，就全面备战。第一阵无所谓的双先发，林家平讲，所谓投手专权备战，因若打线都是2场刮风般的热身赛队形。4站里面每一站都很重要啊，那只是第一站我们打完之后隔天是有休息，所以我们可以全力以赴去全员去备战第一站。1月291分到达，就要正式比赛啊！虽然这阵一直互讲到投手的问题。外国媒体甲大联盟官方网站分析，台湾队是真恶晋级。不过林家平讲，球队最近的状况是真好，期待比赛了后会当甲平常时的能力甲临场的反应正常发挥。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疾管署公布，咱国内第8例高主的病例，嘛是第3例高主的本土病例，是一个台北市30外岁查甫人，伊2月底发病确诊。疾管署是认为，可能甲边境发放令出国的人真侪有关系哦。另外嘛，考虑到讲高主的社区风险增加，头一批注高主疫苗的人会锁定6都大概3000个人先注。第2阶段就要等清明年假过了，咱买1万ton疫苗送到位哦，才搁互4万人注。高主本土个案搁增加一例，疾管署公布咱国第8例高主确定病例。这个个案是台北市一个30外岁台湾籍的男性，最近无出国，2月底因为发烧、骹手起水泡，甚至有腹冷等等的症状，结果医师评估采检了后确诊。目前还搁伫病院隔离治疗，相关的接触者有18个人，内自我健康监测到3月23，这嘛是咱国第3例高主本土病例。我们总共匡列了18位，其中有2位是同住者，1位是另外有1位是亲密接触者，那其余的15位则是有工作上还有就是医院当中的接触者。另外，顶礼拜新增加6个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死亡个案有2例，其中1个是60外岁女性，另外1个是80外岁男性，2个人拢是去喂着 A 型 H3N2，拢无注过这几个流感疫苗。这2位其实也是都没有接种本季的流感疫苗，那本身是有心血管疾病，或是肾脏功能不全，或也有癌症的过往的病史。因为高主的疫情风险增加，疾管署表示，为了建立社区的防火墙，3月份会伫6都设置注射站，头一批1100剂的疫苗会提供予3000人来注。第2阶段可能会伫清明年假了后，等采购的1万剂疫苗送到位，再扩大到6都以外其他县市。目标希望达到4万人有注射。接触者若是伫14天来注射，疫苗的保护力会当达到8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新上任的外交部长秦刚，头一届召开记者会，讲到台湾问题时，伊特别提出中国宪法，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嘛爱美国唔通干涉内政。咱的外交部是表示讲，无论中国政府安怎讲，拢无法度改变两岸之间唔是像的这款问题。台湾的主权是属于台湾人民。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伫记者会当场编开中共宪法，中国新任外长秦刚头一场记者会针对台湾问题有准备，搁再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求美国莫干涉内政，搁讲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关系会有真大变化。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客观的事实，也是现状。无论中国政府如何扭曲台湾的主张，都无法改变两岸互不隶属的事实。外交部讲，台湾主权敢若属有台湾2300万人，民主甲威权无法度共存。秦刚规场记者会集中火力批评美国，学者分析秦刚提宪法是要回敬进前布林肯台湾问题，毋是中国内政这个讲法，防止台湾问题国际化。啊，不过目前看起来，中国对台湾的政策无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到现在都没有统治过台湾。所以他的宪法，老实讲，你说把台湾列为它一部分，其实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台海的问题被国际高度的重视。中国一面以反分裂国家法威胁，一面伫顶个月主动提出优先开放16个两岸直航航点，不过到即嘛并无看游客来台湾。陆委会主委邱泰山表示，台湾毋捌禁止个人去中国，颠倒是中国伫2019年因为总统大选禁止来台湾自由行，到即嘛都也未解禁。应该把政治因素去除。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联合国指控缅甸军政府伫过去2天对反对者发动空袭甲炮弹攻击，用粗残的方式镇压，上无是造成2940个人死亡，超过17500外人互军政府抓起。最近因搁伫2个钟头大屠杀，上无是有17个人互杀死。
涂骹火西西，边仔还佫有一具尸体，有真侪被杀害的平民。这个尸体佫搭伫个马车顶悬，这是缅甸军方最近伫个2个庄来做屠杀，造成17个人死亡的画面。当地居民咧讲，有一寡人伫个遇害进程，甚至还佫遭受到酷刑来对待。ပြည်သူတွေရဲ့ပိုင်ဆိုင်မှုအလုံးကိုဖျက်ဆီးမယ်ပြည်သူတွေကိုတပ်ဖြတ်မယ်ဆိုတဲ့တကယ့်ကိုစနစ်တကျစီမံချက်ချပြီးလှုပ်ဆောင်နေတာတွေ့ရတဲ့အခုလိုကျူးလွန်မှုတွေကစစ်ပွဲဆိုင်ရာရာဇဝတ်မှုကျင်းထန်စွာကျူးလွန်မှုဖြစ်တယ်လို့ထင်ရှားတဲ့သက်သေအထောက်အထားများဖြစ်ပါတယ်。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讲，缅甸差不多有77%的地区当咧发生武装冲突。自从2年前发动政变夺权以来，上届少还佫有2940人死亡，超过17500人被掠去。联合国伫初3发布一份报告讲，缅甸的军政府伫咧制造永久性的人权危机。这份报告记录从去年2月7日到今年的1月底，过去这1年来，军方对反对者做血腥血洗洗的镇压。They employ this approach, including through indiscriminate airstrikes and artillery shellings, razing villages to displace civilian populations, and denial of humanitarian access, to cut off non-state armed groups and other anti-military armed elements from access to food, finances, intelligence, and recruits.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嘛呼吁所有的成员国，佫爱来敲切军政府和人民展开对话，来结束这场残酷的危机。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今仔国际上，佫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有4个美国人找衫伫墨西哥放绑票，墨西哥的毒贩哦，可能是阿准，这美国人是帮海地毒品走私。墨西哥的安全部队前去救援，嘛已经有2个美国人死亡，另外有2个人哦，有1个人的脚着青。美国政府是强调讲，因会甲墨西哥政府合作，赶紧来掠着凶手。再来看。白宫哦，今仔宣布讲，美国总统拜登伫4月2日会来接待去美国访问的南韩总统尹锡悦。美国甲南韩嘛合作，对做伙来对抗北韩的威胁。华盛顿邮报是指出讲，拜登甲南韩总统见面，这嘛显示讲因对北韩问题的重视。再来看，互欧盟制裁欧洲联盟哦，对罗西亚佮阿富汗在内国家的官员要来实施制裁，因为因对女性暴力对待、侵犯妇女的人权，包括签证禁令，佮有冻结因伫欧盟所有的资产。咱再来看台北市劳动局的前局长陈信如，昨因为任内用特别费买私人的用品，和台北地检署以贪污罪起诉。另外，伊阁甲对假电视的劳检资料提互民众党的前立委蔡壁如，嘛互以刑法的泄密罪起诉。我已经口头请辞了，我已经有甲市长口头示示啦。去年陈信如涉贪遭到调查了后，就请示台北市劳动局长，其实伊还阁涉嫌外泄假电视劳检资料，北检查处定察终结，以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刑法泄密等罪起诉。陈姓被告涉嫌以不实发票核销特别费共2万余元，并将程序尚未完成的进电视劳检资料泄露给他人。陈信如被红酒甲亲人食饭买物件，买外头者生活用品，拢用不实公用名义报特别费核销，有10项22656块，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另外，佫涉漏假电视劳检资料，互迄时阵民众党立委蔡壁如，然后蔡壁如甲赖香玲佫开记者会表空，这部分以刑法泄密罪起诉。另外，遭到被告的蔡壁如因为摕到资料，毋是这种犯规，无保密义务，也无涉漏问题，都已经签结。请他查一下，是不是局里头已经有去劳检？基本上，民意代表的想要帮这些陈情的选民做一些服务，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泄密不泄密的问题。把职务上的机密泄露给自己民众党的立委，拿来作秀，那这显然是逾越了法律的权限了。我觉得这是非常恶质的一种做法。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锡辉去年4月接到电情，伫陈信如用首长特别费以涉不法。陈信如去年7月互检调所长约谈，同年9月2日被正式起诉。陈信如甲这个为止无接电话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北市政府工务局卫生下水道工程处传出讲乌西案哦，有一名姓金的副工程师涉嫌收乌钱，针对客家文化主题公园来追加预算。廉政署进行搜索约谈，昨暗已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侦讯。去年4月的时候，那我们有接获请示，我们的监造厂商的一个王姓的监造主任，疑似有跟厂商索贿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们卫工处就做了一个主动的一个通报跟联系。卫工处表示讲，这案是内部检举，去年4月份因主动通报台北市的政风处，这标案是台北市客家委员会为着要解决客家公园漏水的问题，编1亿7千万发包要征收，负责这业务姓金的副工程师涉嫌收厂商20万哦，护航厂商嘛来加保变更设计预算。卫工处是表示讲，因会来配合检调的侦办。再来看清明节咯，佮剩无1个月，国民党立委费鸿泰，佮有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暂时开记者会，因呼吁陆委会爱以人道的考量，至少开放10来航点的清明包机，互伫中国台商佮有台湾学生通转来陪望。4月就是清明连假，但是有台商台省因为目前两化航点收少，可能赶袂赴坐飞轮机转来台湾。前卫生署长杨志良等人初一召开记者会，呼吁陆委会通比较过去春节包机，开放清明包机。他们的祖先的这个要祭拜的地方，都是分散在各地。那么现在呢，小三通只有限定在金门跟马祖的人，其他的民众都不可以。杨志良表示，因为目前两岸敢若4个航点，因希望上少嘛爱开放10来个航点，愈侪愈好。伊表示，进前有甲陆委会主委屈泰山私底下谈过，但拢无明确的回答，所以才公开意见，希望考量人道，互伫中国的台商、台省等人拢通转来台湾对事。包机跟非包机的票价会差到4倍。甚至还不止。因认为中国佮台湾离过嘛公开话讲有直航台湾，公通优先考虑开放广州等16个直航点。屈泰山副立法院备询时，嘛讲到两岸直航的16个航点开放部分。相关单位都持续的在开会，我们希望越快给各位有一个消息。针对清明包机，陆委会无特别回应，不过有旅游业者表达希望恢复中国观光客。屈泰山指出，过去是中国用政治因素停掉中国台湾自由行，离过开放20个国家地区出境旅游嘛无台湾，对方应该先去除政治因素。记者电话李台北采访报道。日本经济新闻之前报道讲，台湾有9成的军官退休了后去中国卖珍宝。台湾政府表示抗议。日本经济新闻昨晚刊声明，讲迄篇报道是受访者个人的意见甲立场，无代表报社的立场。嘛讲未来会来重视报道的公平性。我们要拒买日本货，对不对？呼吁民众卖买日本货，来表达台湾人民的不满。几个退伍军人团体初次去高雄日本交流协会抗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讲有9成国军退役军官去中国经商，甚至未经报予因。这根本是伫侮辱退伍军人。要求协会反映予日本政府，甲日本经济新闻，嘛要求咱国政府唔通点点。9成的退伍军人都是回谍的话，那台湾早就沦陷了啦。退伍军人要站出来，我们要捍卫我们的民意，士可杀不可辱。相关的报道经过国防部、甲外交部等等的单位表达严正观察了后，日本经济新闻初次总算伫原本报道同款的版面刊出声明，讲进前报道写的是受访者个人的立场甲意见，无代表报社的立场，针对造成困扰表达遗憾。日经已经在今天早上做了非常完整的这个说明，那他们的澄清之中也有表达遗憾。那对于这个结果，那我们感到肯定。这个我就不评论了，至少我讲的话他听到了。之前已经针对这件代志大力批评的退伍会主委彭世宽，伊强调讲伊已经表达立场，
外交部长吴钊燮是肯定日本经济新闻的说明，嘛强调政府的立场甲整体同款，国军以效忠国家甲人民，还佫有保家卫国做天职，是守护社会安定、国家安全上界坚定的力量，绝对无允准受怀疑或者是作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马祖的2条海底电缆线对2月长期阁还未修理好，当地民众无网络的信号是真袂方便。中华电信是表示讲，礼拜年假有赶工，车拉已经完成台湾马祖微波系统的扩建，网络速度目前已经大概提升70%了。望讲年底进前速度会阁增加。有微波系统，未来就算海底电缆线拢长去，马祖的网络嘛袂受到影响了。日拜年假期间，伫中华电信人员赶工并完成大马微波系统1.6 吉架扩建工程。虽然中午有经过气候因素搅局，工程有阻碍，不过到尾也是顺利完工。初三进行测试，测试正式对外开放，有助当地民众联网较顺。在连线上面大概都会停格啦，你至于说这个手机跟正常的那种使用状况落差还是很大。所以只有一般重要的讯息传输是没有问题。当然，乡长讲，目前当地网络使用状况已经恢复6-7成，不过比起正常网络的使用速度，还佫加强。根据了解，马祖一秒对外信务量差不多是9Gbps， 微波备源容量差不多是2Gbps。本来预定3月中提升到3.8Gbps， 不过即马提早到7月完工，测试正式启用，增加73%的上网络容量。年底前微波备源容量增加到8.14Gbps。那么，个长期也是有稳定的网络通用。假期连假的时候，还是要努力在增加这部分的频宽。中华电信会持续在增加容量的这部分，会继续努力。有当地民众上网络测试，点开网页袂阁空白，会当正常看。不过想要看剧，还是点开网络影片，也是无够顺，看一半就会卡掉的。中华电信积极争取海南船，预定4月20抢修，4月底完工。不过大马网络问题安怎较顺，需要议定配套，才会当彻底解决。救援船能不能建制？但设置救援船，大概这个船要1亿多了经费，那我不晓得。第二个就是有一些相关的建制设备等等那么请数位部要负起责任来。除了这个抢修海底电缆，针对马祖地区过网的部分，像讲电路出租费用，2月到3月全免，4月是依照契约办理检修。不过比起检修，民众较希望大马的通信服务会当赶紧正常。记者综合报道。民众的税金也是罚金无纳，若是讲有厝，也是有讲有轿车等财产拢会向法院拍卖。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特办一个拍卖会，毋但有卖厝、有卖车，阁有现版的草鱼鞋啊！现场就亲像是一个市啊，民众嘛望讲拍卖的钱会当赶紧甲欠政府的钱还掉。现场炒面是炒甲香港讲声，真侪民众排队要来买，但是镜头甲游较远的来看，这打牌所在毋是伫咧市场，是伫咧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的法院拍卖会现场。头家娘因为景气歹无钱还罚金，所以含执行署参详用摆档的方式来还钱。今仔穿迄个土头鸡、炒面、烤米粉、牌照税、燃料费、交通罚款以及公路法罚款，那总共自签的金额是29万。他因为经济上有困难，没有办法办分期缴纳，所以他才想说，利用今天法拍会的活动。民众若是积欠税金，还是罚金，钱若提不出来，地方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强制执行，会当拍卖的财产拢摕来换现金还钱。但是台南分署找出这场拍卖会，毋但卖厝卖表啊，还佫有现版的草鱼，请真侪民众来排队。我是第一次参加，是只有20箱而已，不知道能不能够拍到。有一些高比业者需要的量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就一部分把它拿出来拍卖，然后剩下的部分才用现场零售的方式。这一人搁一人的草鱼来到现场，就请真侪人来排队，总共有500人来买。另外，搁有水产业者早备下来。这个拍卖会商品是陆国属国，行政执行署嘛希望透过互义务人用摆档等等的方式，协助民众紧甲欠的钱还掉，恢复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伫2019年开始，伫太平分推出口游客中心、奋起湖等7个所在设观光即时的影像。也毋过伫离延平步道有一个180度的镜头，常常拢有游客乌白动手去超角度。管理处是表示讲，因会来追究责任。
原本去风景的镜头画面，互游客用手机变长去翕家己。离岸边报道的观光即时影像，因为游客会用手机刷镜头超角度，常常造成画面延迟，镜头甲机器嘛害去。即时影像记录之当事人影像状况就责，如进一步掌握确切毁损情势，本分局将逐一通知涉案人员到案说明。阿管处表示，2019年设置观光即时影像，就是希望会当分享阿里山的风景。民众用手机变镜头，到今已经发生3摆，劝导的方式无受到重视，这届要来追究责任。游客的不当行为，我们将依《观光发展条例》第62条，破坏观光设施者，得以针对行为人处以新台币50万元以下的罚款。目前阿管处计共伫7个所在拢有设置镜头机器甲管理的费用超过50万以上。针对民众动手的行为，阿管处嘛提出呼吁，请民众爱珍惜公共财产，以免受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今年的日本东京食品展将开幕。今年台湾有9个县市长亲身带队去参加哦，嘛是食品展哦规模第2大的国家馆。各县市拢甲因上有特色的产品载去日本，要来向全世界推销。互中国禁止进口的往来，到咱台湾的枣啊、乌鱼子、兰花，拢正受到注意。喷泉详细清理金砖往来，希望符合日本检疫标准。受到2021年3月中国禁运往来影响，高雄这间合作社甲市场转去日本甲香港。去年一年出口去日本的量差不多1500吨，影响两地消费习惯、选购标准嘛无同。日本那边就会喜欢比较小果一点的，摘果的过程中就会刚好有一些区隔，这样就是我们大果会比较就是给香港这里，然后小果我们就会给日本。特级品以青果外销，出级品利用叶仔甲果皮等加工，分别做纤维塑钢甲加塑印变外销，透过循环经济，互作物袂浪费。往来去互中国禁运了后，日本为政府、企业到民间一直消停。即摆疫情转好，台湾的蜜枣、乌鱼子等各种农渔产品大量外销。初7开幕的东京食品展，都有136间台湾厂商参展，是甘纳意大利的第2大海外参展国。这是我们台南的秘密武器。台湾兰花主产地的台南，因应伫要搞的白色情人节，推出有印爱心的兰花。高雄原来甲日本人真介意的玉荷包摕来结酒。龙溪大观的分钟嘉南、高屏甲花东九县市首长全部出动，伫食品店一直推出家己的农特产品。我们更希望是能够促成台东商家跟日本业者的合作，让台东食品透过食品展，让更多的人知道。民众认真听业者介绍台湾水果，现场原来有不少通路业者表现合作兴趣。台湾去年农产外销中国以外国家有1354亿，比前一年成长6.3%。日本市场的部分提升17.5%。农委会要深化甲日本的交流，希望会当甲更较侪优秀的农渔产品介绍予日本消费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伊甸基金会调查发现，讲有8成的家长爱兼顾工课甲顾囡仔，实在是真忝。另外，一寡厝内有需要早期疗育，也是有罕病囡仔的家庭哦，因就愈辛苦咯。伊甸基金会嘛呼吁讲，应该爱互这个家庭来了解政府相关的资源，嘛主动提供协助，来减轻因照顾囡仔的负担。他就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些他这个年龄小朋友可以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大人在旁边协助他。5岁半的罕病儿童小生，伫妈妈甲老师的协助之下，徛伫台顶。根据伊甸基金会针对6岁以下儿童家庭的调查，有8成的家长捌有工课甲照顾无法度兼顾的经验。一般的家庭拄到这款情形，就真吃力，搁较免讲是早疗，也是罕病儿童的家庭。因为我也有工作，所以他下课之后都是外婆在照顾他的。大家去看医生啊，或是做早疗，就是我自己要开车带他去。
小新的家庭有时大通斗相共，但是伊甸基金会表示，现代家庭结构改变，真侪小家庭拄到这款状况就真好应付，所以伫帮助早疗罕病家庭的时，毋是只有提供帮助予儿童本身，家庭的功能也爱加强。所以安怎引导社区资源，就近帮助这个家庭，就真做重点。亲像小新到基金会的妇幼家园了后，透过参加活动累积经验，小新的状况就开始有进步。特别节日的活动，然后让这些小朋友来参与，主要就是希望可以让他们累积一些生活上面的经验，他们就知道说，哦，我们也有用自己的方式去参与这个社会。我们这样家庭如果在社区要被看得见是不容易的，他要去寻求社区的资源，我想也更不容易啊。像我们义店的这种服务单位，他会把它整合这个资源，针对妈妈的需要去连接资源，比如说社区有活动带他们出来。那社区有资源，也可以送到他家了。林文斌表示，透过社区资源的连结，会使予这个家庭知影安怎伫社区当中找到资源，得到帮助，也会使予这个家庭予社会看到，就更加有机会把资源送到这个家庭当中。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今仔是3月7日国际妇女节，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是认为讲，女权伫全球受到威胁甲侵害，伫一寡国家女性读册、做事、结婚生囝，拢无家己决定的权利。伊嘛提醒讲，若是照目前的发展，就爱搁等300冬以后，才有才调会当达成性别平等的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7日伫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指出，女权伫世界各地当受到迫害、威胁甲侵犯，几60年来将无简单得到的进展，当伫目前消失，这是一大警讯。Gender equality is growing more distant. On the current track, where Newman puts it 300 years away. 古提瑞斯基例，塔利班治理的阿富汗妇女甲查某囡仔已经伫公众生活消失去。另外，无点名指出，一寡所在妇女的性自主权甲生育权当伫倒退。某一寡国家查某囡仔上课会面临防绑票，也是防攻击的风险。有一寡所在，警察变作弱势女性的加害者。另外，疫情造成某一寡国家查某囡仔无读册、早婚、女性照顾者失去工作者的影响甲冲击，目前也是严重。各地产妇有新的妇人人死亡率拢增加，这拢是全球性平重大威胁。伊进一步指出，过去几100年父权制度伫科学、甲工程、数学，甚至是目前上界热门的网络甲 AI 领域，创造严重的性别差别界线。呼吁各国政府爱重视问题，确保女性伫这领域拢有公平的机会。And in many countries, girls are studying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ath in record numbers. This must be followed everywhere. Women and girls will not be silenced. Together, let us push back against the pushback on women's rights, against misogyny. 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再来看尼加拉瓜东方的红树林，这渔村的查某人哦，拢会来这蒙拿去市场买加减碳。这查某人哦，伊嘛会来协助当地环保团体种红树林的油栽，来保护海岸线。尼加拉瓜东方一个挖海小渔村阿斯拉多瑞斯，那让几工村民就会过这种水井船到2公里外的红树林，学这种鸟蛤蟆。正特别的是，查甫人只个拿斗相共将船拖到海上，过船甲学蛤蟆拢是查甫人去做。verdad que solo mujeres venimos porque el hombre poco le gusta, no le gusta el nodar, no le gusta rayarse. Y nosotros no, nosotros tenemos que hacer hay veces obligados por nuestros hijos. 40岁马丁尼兹自做查某囡仔开始，就伫咧学这种鸟蛤蟆，这渔获量一年比一年少，影响渔民的收入。妇女去学这款蛤蟆，除了家己食，也当卖互餐饮业者，利出来加减有补贴。虽然海波地土正软，地仔行正出力，而且规身躯乌麻麻，因果想着会当趁钱，就做甲正欢喜。Entonces, y esto nosotros como venimos a remo, no gastamos en combustible, solamente nuestra energía. 这寡妇女出去学蛤蟆时阵，也接受环境部门甲非政府组织的委托，斗相共种红树林的幼栽，为环保出力，互因伫学蛤蟆时阵更加骨力。若学着较细粒的蛤蟆，因会甲因放长去。维持当地生态平衡，和后代子孙也当靠鸟蛤蟆维持生活。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再来看伊拉克伫7天前国会通过禁酒令，最近要正式实施。
伊拉克的国内禁止生产卖酒，嘛袂当进口有酒精的饮料，入境的旅客嘛袂当炸酒。也毋过这项规定，互民众是正反弹，民众嘛质疑讲禁酒令违反宪法。伫巴格达的餐厅甲酒吧实质的是部分伊拉克人的日常生活。毋过，顶个月20，政府向宣布国会伫2016年通过的禁酒令正式生效，不准伫境内卖酒、进口或者是生产酒精的饮料。入境的旅客若有酒，嘛继续没收。伫民间是引起真侪争议。والله بصراحة أنا يعني ضد هذا القانون لأنه يعني إحنا بلد متعدد الأديان متعدد الأعراق بلد حضارتنا 7000 سنة بلد يعني ثانيا إحنا بدنا نتجه للسياحة 反对的民众讲，伫伊拉克大部分的人是信伊斯兰教，叫伊莫啉酒是无问题。毋过伊拉克也阁包括其他少数基督教徒等等的族群，因的信仰并无规定袂当啉酒。政府硬爱因接受这种思想，是违反宪法和人民自由的权利。而且最近去伊拉克观光的外国旅客有增加的趋势，禁酒令恐惊会妨害观光甲经济发展。زين وا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ليش معنيين هذا القرار المسيحيين الارمن باقي الطوائف مو محرم عليهم هذا الشيء فهذا قرار غير صائب زين وراح ياثر على الاقتصاد العراقي 目前已经有基督徒去法院提告，而且这个禁酒令是安怎伫通过7年了后才生效？有分析认为讲，这反映伊斯兰政党势力有进一步扩大，当伫豆豆限缩社会自由。毋过，嘛有牧业上私底下讲，这项禁酒令无法度阻挡卖酒的情形，将基本敢若会互乌市的交易愈来愈济。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再回来看今仔日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6度。华东地区上低12度，上悬23度。再来看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收看今仔公司台语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